因为美国拜登政府是宣布第13届对咱台湾的军售案，内容是冷气一流系统提升。咱国防部就表示，这对咱和外国共同作战的能力，也有建立军事互通性是真有帮助的。有学者就分析讲，这是美军有意想要强化和咱国军的联合作战。 美国阁宣布要为咱Link-16系统提升升级规划，进行通知国会听书。这是拜登政府第13届对台军售，也是台湾选举了后头一届，会增加台湾的通讯甲网络安全。预定拢总有400个美国政府官员，也有美国承包商代表会来台湾提供技术协助。总统府甲国防部感谢美国持续落实对台湾安全的承诺。主要会由美方就整合国军的直管 跟情监侦系统的数据链路的升级，进行整体规划，以及完成部分优先升级的作业。那它传输的不仅仅是声音、影像、数据，它可以传输很多即时的战场资讯，对于三军联合作战，对于跟盟友之间、友军之间。 战情指挥讯息的传递是非常重要的系统。国防部讲，Link-16系统提升有助提高共同作战多项效能，建立军事互通性。外界认为会当大幅度强化国军远距离作战能力，增加战场的存活率。尤其是这届军售，互人当作美国有意强化甲台湾的联合作战。 学者表示，美军会当提供远方目标证书协助国军进行作战。俄国战争已经用真济啊。 北约国家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，其实就广泛运用这个系统。那就是北约跟美国会把他们所收集到的俄军的高价值目标的位置，提供给乌克兰，由乌克兰的前线部队发动打击。国防部22查到11台战机6只强拦腰台，嘛查到中国23要发射一粒运载火箭，而且未通过台湾防空识别区。不过两方局势紧张，为诺如断交，到下门503事件，一个金门快艇编军案，驻美代表朱大雷认为，中共在施压台湾新政府。They draw the red lines constantly on a different line. And that is a concerning trend, including the one in Kinmen. 朱大雷表示，中国的红线一直改变，目的是伫改变台海现状，也甲透过诺如断交，触发国人选出中国无介意的总统候选人。不过，台湾绝对袂甲中国做金钱外交的竞争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再来，咱来